台海的局势紧张，最近陆军华东防卫司令部就拍算要伫咧花莲的七彩潭办理射击训练，不过所无先通知在地乡公所，是引起地方的不满。花莲七星潭风景真水，是观光客爱去的风景之一。不过，因应中共武力犯台，可能为东部海峡登陆，国军计划要伫七星潭北部实施步枪对海射击训练。消息传出来，引起在地民众的反对。对观光来讲，当然是影响啊。当然，他们军事有军事考量啊。可是能不能换到别的地方去啊？连公听会或者是说明会都没有做，居民觉得说要来做这个实弹射击，他们心里面会觉得啊，这个是有危险性的。因为这项演训并无通知辖区新城乡公所，公所是伫7月才收到军方公文，要求配合3月10日的演训，向代表批评国军轻视地方，烦恼七星潭也是列入湘台怕北区会阻碍地方发展。就在你们要打靶的地方，在未来这10年当中，将会有11家的饭店会在新乡来投资，投资高达300亿以上哦，而且行政程序有太大的瑕疵。华防部特别承认联络有疏失，演训计划会重新研究。只要大家有意见，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都先暂缓。至于未来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，我们反正就一定要取得共识，没有任何声音，兼顾地方发展，我们才去执行这件事情。公所是讲，新城乡辖区内有靶场、机场等真侪为重要军事设施，绝对是上支持国军的乡镇。不过，这届演训，就连县政府等相关单位拢无互通知，无法接受国军这么老草的处理程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